伫 SFC 歌舞团热情的舞蹈，金大卫不只是歌舞，2号这天正是进驻台南大湾坝公园店。为了让这场喜事更加有意义，迪川餐饮集团就特别邀请2号机构学生来用餐。市长委特也亲自出席并颁发感谢状，予远东百货、德川餐饮集团以及旗下金大卫不只是歌舞餐厅。好，要帮我看一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我们非常感谢远东百货公司公园店提供这么好的处所，能够让我们台南的民众有机会品尝这个轰动武林加动蛮搞金大卫不只是歌舞。那也非常谢谢我们迪川餐饮集团还有金大卫不只是歌舞集团能够有做很多社会公益。今天已经有好50多位孩子已经在里面用餐。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嘉义引进这个金大卫不只是歌舞在我们这个台南做发展，而且它这个品牌看起来是金光闪闪跟我们这个5星市长一样金光相向希望这个业绩以后也是金光相向嘛。金大卫不只是歌舞，开幕一天，除了邀请50位小朋友吃好料，更是送出100张的餐券，提供给社会局所服务的家庭使用。希望经营事业的同时，也当尽一份企业社会责任。金大卫餐厅能如期开幕，今天希望借由黄市长的抛砖引玉，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公益活动。咱市长那做。来甲恁管理，甲恁祝福，真正多谢市长、社会局长，交这媒体朋友，拢来甲阮管理，来甲阮看，来甲甲阮个赞助光彩。市长王伟特表示，社会局甲民间团体合作，已经成立29处离校社区照顾据点，各据点依照在地需求，提供适性服务，随时关心社区囡仔。为确保弱势家庭学童袂因为寒暑假学校无供餐就摇巴肚，社会局另外有结合爱心企业团体办理爱心餐食补给站计划，社会局的社工也会定期关怀访视，了解离校用餐的情形甲生活状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